伫咧嘉义太保的故宫南院，捌设过一个嘉义文书厅，不过即马这空间缩小，展览的主题也对嘉义文书厅改做是嘉义文书店。国民党智库也讲，本地嘉义文书厅的深度即马完全消失啦。结合所有的设备，了解嘉义的历史，希望透过这种方式，让文字甲相片的资料会当更较趣味。不过，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召集人陈学成批评讲，故宫即马唔若干那纯放烟火，连在地文化拢无注重。这完全违反博物馆的一个经营方向。嘉义的文史展览厅哦，然后把它缩小放到了伊斯兰的原本的祈祷室，只有原本的1/5的空间。嘉义文史展区的区位调整是针对观众参观的一个动线体验来做整体的考量。那我们期待大家能够实地到故宫南院来参观，也给予我们更多的一个指教。针对嘉义文书店的争议，地方文书工作者提出另外一种建议：故宫南院会当思考甲在地艺术家也是艺术作品来合作，用艺术的角度来介绍嘉义。好，让国际友人也知道嘉义县的文化、历史、文化、文物，它的艺术成就。好，那这样子的话，就跟故宫的博物馆的那个调性是吻合的。文书工作者指出，故宫的展览是国宝展示，是国际级的展览内容。地方的历史传承应该是地方政府的工作。希望故宫南院未来会当成做一个平台，让在地艺术文化会当有大家看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